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烧鼎热灶紧打汤，无好无歹较长门。伊的意思是讲，鼎放伫火真猛的灶顶悬，内底的汤水真紧就会烧甲焦去，甚至规个鼎会臭火焦。人甲人之间的感情嘛是安尼，若是两人行伤远，久来可能会产生一寡矛盾甲纠纷，不如小绝一下，莫伤热情，嘛莫伤冷淡，感情才会久长。另外一句俗语：紧烧紧冷紧臭酸，无烧无冷较久长，嘛有相像的意思。这就是要提醒咱，甲人交陪，就爱甲分寸抓好好，安尼这段关系才会当久久长长。是讲，啥物合作莫伤烧，嘛莫伤冷，这就要靠咱人生的经验甲智慧咯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